澳洲一名患有心臟衰竭嘅病人本月初接受心臟移植手術，此前一直以人造心臟維持性命，持續100日之久，並且離院，成為目前以人造心臟活命最耐嘅人。消息由澳洲聖維新醫院、蒙拿殊大學同埋澳洲美國聯營嘅公司 Biovica 發布。患者係40幾歲嘅男性，醫院並唔透露佢身份詳情。佢喺舊年11月接受人造心臟移植，一直等候活體移植，期間曾經返屋企休養。人造心臟嘅主體由鈦金屬製成，外觀好似幾條管道駁成一嚿，內含一個鑽子用嚟輸送血液。人造心臟由一條電線連接控制器，嗰個控制器日間可以用電池驅動，夜間可以接駁交流電。Biovica 指以往嘅人造心臟活動配件多，容易損壞。今次供人活命100日嘅款式就只有一個活動元件，有望降低機件損耗嘅流弊。連同今次受惠者，而家全球有6個病人曾經以人造心臟延續壽命。研究團隊表示，希望技術更進一步，甚至取代活體移植，因為移植活體心臟嘅病人要服用抗排斥藥，手術之後活超過10年嘅病例只有15%。如果人造心臟嘅功能更好，將會係病人福音。今次手術係蒙拿殊大學嘅人工心臟先導計劃嘅首次移植，嗰個計劃斥資5000萬澳元，相當於2.45億港元，開發3款治療心臟衰竭嘅儀器，並且推出市場。論醫療發達，香港當然不甘後人。舊年李嘉誠基金會向中大醫院、養和醫院兩間都係私家醫院，同埋瑪麗醫院、公立醫院亦係港大教學醫院，各捐贈一部治癌神器 Histotripsy 儀器。Histotripsy 之所以響呢個美譽，在於佢用隔山打牛嘅方式，喺病人體外以超聲波打入癌細胞所到之處，形成震動。呢啲震動再構成眾多微細氣泡，脹起又爆破，反覆進行之下，癌組織被聚焦打碎，而無損周邊組織。Histotripsy 嘅治療無需化學劑開刀，同傳統療法帶嚟破壞截然不同，減少病患嘅痛苦同後遺症。本來喺瑪麗醫院設置一部 Histotripsy 儀器，普通市民有望喺公營醫療體系獲得上佳治療。而家儀器已經轉移至私家嘅港怡醫院，點解呢？綜合各方消息同埋業內人士分析，冇確切答案，但係可以合理推敲得出，政府認為要考慮開支，又要等待更多臨床數據，先至可以決定將儀器引入公營醫療體系之內，態度異常審慎。咁樣就要視察兩方面係咪未能夠說服政府。首先係開支，暫時未見公開資料再列 Histotripsy 儀器嘅維護成本有幾多，參考其他超聲波儀器嘅維護費用。每年需要1萬至5萬美元，相當於78000至39萬港元。假設 Histotripsy 屬於新科技，費用再高一啲，係咪就係高昂開支呢？醫管局唔難解答，而當局未有交代完整數據。然後睇臨床試驗結果。瑪麗醫院回覆自由亞洲電台查詢嘅時候表示，自舊年9月已經為40名病人提供 Histotripsy 治療程序，按一般臨床試驗慣例。研究團隊喺術後長期觀察結果，收集數據再撰寫報告，喺國際報刊發表。將澳洲人造心臟同香港 Histotripsy 兩例一齊察看，點樣判斷看官治理？係咪代表香港公營醫療官僚主義過剩呢？我姑且仿效佢哋審慎嘅態度話，未必，因為採用新技術同儀器涉及嘅風險同收穫未能確定。為咗確保病人權益同埋公共資療用得其所，暫時唔引用嗰種技術，都唔代表永遠唔引用。解說足夠務實理性，冠冕堂皇啦。但係另一邊廂，營造效益成疑嘅基建，維持臃腫嘅高層公務員體系，就算眼見千億財赤都無意改變。咁樣同上述要深究臨床結果、審慎動用資源嘅方針南轅北轍。李嘉誠創辦嘅長江和記實業早前同美國黑石協議售賣巴拿馬運河嘅港口，獲財經界盛讚賣得合時。中國香港官方傳媒大公報炮轟，喺商場上都無濟於事。商人同官僚嘅最大分別就係，商人要早着先機，唔可以等待100%穩妥先至執行。李嘉誠曾經表示，營商嘅秘訣係時時作最壞打算，做最好準備。佢靜如處子，動若脫兔，日常多方部署，時機一到，行動之迅速，
旁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任何人事後好似流民咁樣謾罵，都事過境遷。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請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成為 Patreon 付費會員，等我哋走得更遠。我哋下條片再見。